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又嚟到牛頭角分店啊，我係 Tiki 啊。今日咧介紹呢隻紅渣古、綠渣古嘅聯成 MoMax 嘅充電器，佢係一個無線充電器嚟嘅。呢款充電器仲有原裝行貨1年保養添，同埋佢有3C 認證㗎，可以安全帶上飛機啦。佢呢款咧無線充電器咧，原來後邊咧係有個多一條線俾你插電嘅喎，同埋嗱，大家睇唔睇到啊？呢度咧有一個Type C 嘅插電位啦，係可以 in 同 out 添，即係你可以同時插1部機啦、2部機同埋3部機嘅。同埋啦，佢呢度咧有個支架可以咁樣承托住部電話嘅。嗱，咁樣放部電話落去，磁吸無線充電，幾方便。一個渣古 MoMax 聯成系列嘅無線充電寶，依家只需要179蚊咋，貨量有限，售完即止。